嘅時候，大家咪已經買咗好多嘅蝴蝶蘭咧？咁係咪有啲翻到去咧好唔襟擺，過完年好快謝咗咧？其實蝴蝶蘭嘅保養好容易嘅啫，第一就係要通風，俾佢一個舒適嘅環境。乜嘢叫舒適嘅環境咧？你舒服佢就舒服，你覺得熱佢就覺得熱，你覺得焗佢就覺得要焗。第二點咧就係水分嘅控制啊。如果用肉眼分辨水苔嘅乾濕咧，呢個比較呢啲咧就係濕潤嘅水苔啦。咁呢個咧就係乾咗嘅水苔，用肉眼都可以分辨到嘅。但係有時咧眼會呃人嘅，個表面乾咗咧，入邊可能係濕嘅，所以最好都係用隻手指伸入去感受一下。另外咧就係空氣嘅濕度管理。如果你係開咗抽濕機或者係暖風機吹過去嘅話咧，佢會容易借啲嘅，同埋會容易燒冧。咩叫燒冧咧？呢啲花揸住開唔到啊，所以盡量係避免擺喺啲暖風機啊或者係抽濕機嘅附近。